咱在座咱去三拢诶支持者，哦，定定看到大家啦吼。咱今日是迄个2位啦吼，就是即个普给这边是单亲3先生啦吼。单建良先生啦。大家有知影单建良老师、单建良先生无？哦，是即个台湾高等产业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的秘书长吼。原本伫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吼咧教册。我前一早仔来到，才知影讲伊做到7月底尔吼，所以即马无伫世新啊吼。本来几个月前邀请伊是。本来想要邀请伊来分享高等教育的即个一寡问题啦吼，一寡议题。毋过既然即个这两兄就讲，想要来唱歌呢，想要来介绍歌呢吼。我才知影讲哦，原来伊有咧写歌词吼，才知影讲原来伊甲伊的 partner 吼，即个陈秋山先生吼，已经写了少歌吼，才知影讲原来有安尼的一个创作者吼。所以今日真欢喜，就是讲，虽然伊即届毋是要分享高等教育的即个困境问题吼，总是咱知影伊过去讲真侪场演讲吼，拢是讲高等教育议题吼。后摆看你那当时过来吼，就是讲高等教育的议题安尼吼。不过即摆来讲歌谣嘛是袂歹吼，即创作即陈秋山先生即摆我即摆即个是伊的专辑啦吼，走唱人间吼即个走唱人间这风格吼，甲迄个本人吼，就是介共款，毋过我小看落来吧，所以吼我拄仔一直咧看这字吼，这个字。足朴的哦，我想看到底这是什么字吼，还无看到完全不清楚。到处字敢有看着啦，毋过这个细节的部分小较浅吼，不过这个专辑等会当听伊介绍吼，就是伊有写袂少的歌吼，咱今日时间就是要交互这两兄吼来说明吼，来讲有我歌词的创作背景，由这个秋山兄吼来唱歌吼。我毋知影讲你传较侪地歌吼，我本来想讲唱2-3条就好啊，结果较澎湃，即摆变做咧唱回安尼。你要到9点半2点钟钟的，我赶一寡时间。好啊，安尼感谢这两兄吼，带秋山兄来安尼吼，希望咱今日就是大家就是歌谣这主题吼，来看伊咧讲的新民歌甲新民歌吼，安怎来创作的吼。好来，然后这两兄。非常感谢这李教授台语文教基金会邀请。洪伟我有讲，本来是正月就来啦，正月初4，当然是初4。迄阵我就感冒，所以嘛无法度来，就只好请假，请假延期了，我就讲，我来解释题目看觅。因为我是2012年的时阵，7年前，阮成立一个叫做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嘛吼。这个产业工会，我做秘书长，所以真侪后就邀请我去讲，高等教育问题啦，啥物大学即摆是愈来愈歹啦吼，退场要安处理啦，种种问题啦，足济。我就前迄阵讲啊，即摆讲啊烂啦，无理无义。所以我就想，搁足严肃，对无？讲拜3下午来下班来听这严肃，对无？甲一个足庄严安尼，我讲嘛免啊，讲一寡紧张的吼。我伫即个本来我伫细心吼是2004年时阵我毕业，倒来教册吼，到今年7月3日，拄教15年，教15年。像遮教15年，15年你若是教会吼，15年你就会当起名摕入去。所以我也真勉强，勉强到15年咧，真无简单。当然我即摆是伫厝内斗相共嘛吼，伫厝内斗相共，所以毋是讲无头路啦。但即个过程内底，我伫即个高等教育吼，有真侪了解，参加工会，伫工会内底熟悉，秋山啦，是安尼啦吼。
细汉我是台南人，所以我从细汉开始就是拢听台语歌大汉的吼，听拉力又大汉。所以我就感觉讲，我可能会当写一款嘛，有一天啊，有一暗啦吼，有一夜啦，突然间发觉，我敢会当写一款哦，我就来写。即摆来面册 FB 做方便嘛，我就先写歌词伫即个面册顶头。秋山看完，这敢袂歹哦，这人边做词哦，边做曲哦，怎来写？所以第一慢慢写，写完，因为这时无钱嘛。即摆嘛是无钱啊，讲我即摆无钱啊，是搁做散架啦。怎么坑就是家己唱嘛，唱完就抛去迄个 YouTube 顶头，是面册顶头就朋友讲，即敢会当出哦，所以就出第一嘛，出第一张 CD 安尼啦。当然，我这是算讲我毋是专业的，我毋是靠这个趁食的。所以我爱写，我爱写。你爱听，我爱听，慢慢听，爱听，不爱听歹。要来回来再算，安尼啦吼。所以我这算讲真自由。我写词了，愈写愈济吼，即摆写20-30篇已经有啊。所以今仔的歌吼，拢是YouTube 顶头敢一块两块尔，其他是拢听过，就等于是讲新的啦，另拢新的艺术啦。我先简单。讲到遮吼，秋山先自我介绍，咱才开始今仔即年，我准备10几题，若来听无到位，我就10几题。够安可，够安可，够这安可，准备这安可，秋山先讲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秋山。之前咱老讲，今仔日来唱歌，大家听吼，我感觉好啊，无问题。唱台语歌吼，就是讲来遮时拢爱讲台语吼，我就安尼坐咧等。免错。其实我厝是住屏东啦吼，我伫厝甲爸爸妈妈也是甲弟弟吼，甲厝内人拢是讲台语较济。但是咧安尼对大家公开安尼讲台语，有时啊方便点的，这是一种介奇怪现象吼，就是讲语言的转换，但是我若接受即个挑战来到遮吼。好在我今日主要是唱歌，先像阿亮刚刚讲的，我家是搁到工会熟悉，搁到工会熟悉。我伫遐创啥呢？伊讲你2012年的时阵，因迄个工会成立嘛吼，还是我咧交交通大学。咧读博士班，我后来无毕业吼。我伫迄个时阵咧，先因我的学妹，若是迄个工会青雅吼，对。伊就讲要搁好好组织一个迄个劳权小组，我就参加。因安尼甲工会呢就熟悉。迄个时阵我袂教，袂咧教瑜伽，我即摆是全职的瑜伽老师，我咧教瑜伽。后来我无读博士班了，我教瑜伽，工会拢想要学瑜伽，我就去教，一直教即嘛吼，伊已经落咧学啦。伊教开始嘛来学，我教太艰苦吼。因为安尼我有机会合作写歌，当初是我俩讲，伊会带来面册顶悬吼，发表伊的一寡台语的诗、台语的词安尼，我感觉伊写了真好，所以阮就开始合作。应该是伫前年2016年秋天，我开始合作，到即嘛。无，应该是前年我才开始出唱片，2017年时阵。迄张唱片叫做《走唱人间》，内底有12首歌，12首歌呢，我今日拢袂唱着，我今日唱片内底呢有12首歌，2条是国语的，8条应该是讲21条歌啦，有1条歌有2个版本。阿亮写8首的歌词，我家己写一
一首歌曲，曲拢是我做，我唱的。大家若有兴趣的，咱听阮唱了，讲了你若感觉有想要买来问吼。谢谢谢谢。我讲他感觉有兴趣，钱就摕出来出地。其实这个所在真适合做瑜伽，你差不多当一场差不多当教到10个左右。你在搞音乐？请问你哦，你博士班是读啥物？我读文化研究，迄个社会与文化研究所，伫高中大学。这个是重要主题哦。感觉你学的物件遮侪，种类遮侪。是，等下咱再讨论一下吼。好啦，无咱就先一个讲去讲嘛。咱哪唱哪讲好，哪唱哪讲。咱先来第歌推荐歌，咱后壁毋知看有遮字无，若无伊个可莫坐较头前。无是配吧。这写有小朋友的啦，写有小朋友的啦，但伊歌真少写有小朋友，大部分拢写有老满听，先装起哦，写有小朋友听的，这个是几年前蜂巢唱片公司出一块小朋友，够好听，迄阵阮查囝都要担出世，当然是听无啦，拿出是听无啦，但是我最爱听，作品做我来听，我当躺在车顶一直听我第一我当时安尼小朋友听，囡仔听，真好哦。我是台北市我是住在白沙沟，你若是白沙沟附近，你就知影。每年春天的时阵，差不多5月就有火金菇。这4年前啊5年前，台北市政府呢，去甲培养出来。这边啊讲拆恢复啦。伊个白沙沟内底有一个翠湖，一个水池啊，翠湖。即摆伊就伫遐甲富裕甲即个服役即个火金菇出来，真正袂歹。所以每年到5月到6月的时阵，偌济人咧，敢若菜市啊，人比火金菇啊侪。真熟啦，我感觉真熟。我有当时啊家己行，因为我住边仔尔，住隔一条路尔，我就行去遐看看，下暗去看火金菇，我感觉真趣味，生活安尼真好吼。迄路边伊迄路顶，因为公伫路边嘛，有路顶，火金菇袂当起光啦。所以迄路顶头去雕工，台北市政府真认真，雕工做一个渣，所以光呢，敢若照路顶尔，照马路，无照着公园内底。一个方向，一个方向啦，做一个渣伫遐，真可惜。阮遐个厝边应该是安尼，比如讲6点你下班倒来，你个卡电你就爱甲关起来，因为你开电话，无你安尼你迄路顶迄渣就无效嘛，因为大家拢开电话，真可惜啦。我感觉应该是迄区长也好啊，里长也好啊啥，无出来选里长，起来做宣传、做教育讲，咱即马若即个时阵火金菇的时阵，拜托大家你着爱甲你的卡电拢扭起来，安尼暗大家看了欣赏才会欢喜。咱若要去鹿港，我即讲讲了是无得你若去鹿港王爷出巡，你敢知影？夜巡。迄阵所有鹿港城，入了讲鹿港城、鹿港镇啦所有的邻家全部电话拢关起来，敢若王爷出巡即个时阵尔。暗暝蒙沙7点开始，规个城暗暝蒙沙大家出巡，迄感觉有够好个，互你会惊，真正足好。毋通讲阮这每年差不多5月，今年火金菇较少，旧年较济，今年较少啦。就我咧描写迄个情形啦，就讲囡仔兄听了即个歌，可能感觉讲咱嘛爱注重即个环境的保护火金菇真都市内底，尤其台北市，伫都市内底，佫有当看火金菇，真正不简单出
出来佚佗走大美，飞来飞去闪闪烁烁嫌爽天气，目屎拢红微微，小朋友真趣味，出来佚佗水底仔见，总来总去欢欢喜喜心内好奇，不伫路边头起起。啊，小朋友唔通将我掠转去，我是世间的流星，只有短短的欢喜，伫一个花开的春天。啊，小朋友唔通将我掠转去。咱是心色好厝边，一寸小小的水池，伫一个繁华的都市。出来佚佗走大边，飞来飞去闪闪烁烁凉爽天气，目屎拢红微微，小朋友真趣味，出来佚佗水底仔见。总来总去欢欢喜喜心内好奇，有伫路边头起起。啊，小朋友唔通将我掠转去，我是世间的流星，只有短短的欢喜。一个花开的春天，啊，小朋友唔通将我掠转去，咱是心色好厝边，一寸小小的水池，伫一个繁华的都市。一寸小小的水池，伫一个繁华的都市。为kim歌。你会比我大好多啦，声音搁真好，真正无简单。我声音到400多个就乌压去。那你瑜伽啦？马上招生。啊，所有拢做乌压的哦，哦，即个我做高面有无？所有都乌压的啊，我是我算拢较乌压的。即个吼失眠，啊，因为咱台湾失眠吼做这个吼，咱讲困眠咱分4种，即我甲个人的想法吼，毋是专业的人，好困的人，吼，低人无急，都喊袂起来迄种，阮爸爸就是即种，3、4年前带来带这张嘛，无急，吼，你讲遐是，啊，我记无半暝啊，摇到要死啊，惊到要死，迄阵过年我到这一代啊。啊，
甲隔工下早起来，我讲喂，啥物代志啊？厝内物件搭较济，要要困，得叫好困，啊，无论啥物情况，伊拢做好困安尼啊。啊来就是清理，我是清理，我会困，哦，啊清理，就是讲做者眠梦安尼啦。啊小可会较精神，啊精神了我更困会去，安尼叫清理。啊我妈妈咧。我妈妈叫做歹困，歹困是伊也毋啉一点仔茶，啉一下咖啡，枕头毋对，棉被不对，哦，啥物啊就困袂去啊，哦，还是叫歹困。啊，最后一集哦，这上关键叫失眠，就是哦做歹困，我咱台湾差不多，我是看伊个报告哦，台湾有10个就是10个就一个爱食药啊，困眠障碍。我家己的同事咯吼，家己的同事嘛有。哦，亲戚朋友嘛有，哦，真正做侪困眠障碍都侪10个一个都爱食药。啊，当然你若会晓去运动，当然较好啦吼，用流一寡汗，洗下身躯啦，较好困。但是久来这个嘛，无一定讲嘛，大部分拢心理问题。这是我的想法，哦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啊，你药仔若食了了，你就真歹，你知真歹甲你食，你食掉的，哦，啊，这个嘛。退乌激素，褪黑激素，食的。啊，这个歌我第一句啦吼，就对我头壳出现第一句是药仔一块，就是食药仔，吼，药仔一块开始。咱台语歌吼，大部分传统来讲，传统戏曲的影响吼，差不多拢7个较济，吼，台语歌7个。啊，我较早刚开始写7个写较济，但有一个歌叫原文，哦，7个，啊，这个歌是4个。第一歌4个喊真歹看，有一个歌是周天王写，哦，陈武宪做曲的，叫做《翠心花》，影也无伴，哦，这个4个，啊，我想讲，哦，我这条歌我要来写4个写看，因为药仔一开始上去就对，哦，啊，这我是讲，你4个相当歹写，主要是歹笑，写我无讲就歹写，是笑歹笑。因为你咧笑是啥物？4万，敢若咧讲话共款。哦，你若你听迄翠心花，就是敢若讲话共款。安尼4讲一解，4讲一解，所以咱笑敢若离远离无离轻离疏。哦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来笑甲安尼，哦，这足恶的。啊，咱其他毋是这个要求，咱主要是讲，讲这失眠的问题，对啊。啊，大家听看卖啊。啊，看你有失眠，我是咧调节讲个心情啊。我真罕的失眠，失眠1、2摆吼，那是足艰苦。
一人，你是阮的，互相咱空空心底，甲你一回，悲惨轮回。心内阮的找无解说，对镜冤家自言自话，时间在过，无声无息，有去无回，有日无眠。互相爱，空空心底，甲你一回，悲惨轮回。这道上啊上好，这个手工好讲的哦，鸡声乌乌的，鸡声呜呜的意思哦。因为视频哦，咱爱加莫加运动啦。这个歌嘛写目沙公，目沙公写两题，因为当伫遐踅来踅去，目沙公咱去做一个步道，土骹去标公尺。哦，安尼可以行，一日400公尺，安尼意思。安尼行来行10日，我行4公里。哦，差不多爱行到你若要行到1万步啦吼，差不多爱5公里至6公里左右啦。哦，差不多你安尼算对啦。哦，所以我看大家拢伫安尼算嘛，就是一直踅运动安尼啦。当时去散步的时阵吼，像即个今仔即个天气就较热，就较可以啊。咱你若是前一个月热的时候，像咱活动，暗时也活动去。咱现代人就是安尼你是坐办公室生活紧张，不咧运动，哦，所以即马就定去散步。散步你毋爱较轻松诶。我当时你行会头前后壁，听迄人阿婆咧讲话有无？毋是讲头听，因为行足紧。就讲一寡人生诶代志，历史诶代志啦。讲迄个某某人欠钱我爱用啊，即个某某人或即个人够咸啊，即个某某人就安怎拄安怎，你讲安尼啦，两个就开始愈讲愈大声，我即个人足害安尼对。我想我来散步，咱就好好散步，莫讲遐历史诶代志。我来写做一首歌叫《散步夜光》，意思说，就鼓励咱大家散步诶时阵吼，迄咩咩感觉吼，人想济。轻轻松松散步咯，即个是3拍吼，即个3、4拍，3拍，即个当跳舞，散步夜光。散步夜光，静静无人声。暗暗的树林野到一只月娘笑孤单，日时的牵挂渐渐来充满。无人情纸，亲像上大，烦恼渐心寒。微微花香的春影，阵阵凉风吹来头，妹妹角角拢做线，简简单单过生活。微微花香的春影，阵阵凉风吹来头，妹妹角
角角拢做线，简简单单过生活。来时的路线，有伊无看，直直向前行，三担一半，轻轻的目屎。散步夜公园，静静无人声。暗暗的树林野狗一只，月牛照顾影。历史的牵挂，渐渐来相伴。无人情纸，人情上大，烦恼将心肝。微微花香的出名，阵阵阳光吹来嘛，眉眉角角拢做线，简简单单过生活。微微花香的出名，阵阵阳光吹来嘛，眉眉角角拢做线。简简单单过生活，来时的路线，有伊无看，直直向前行，三担一半，轻轻的目屎。应该来请我来代言。我就写2条，3条，1条是写迄个正台头前1条 K 啦，这正台头前1条 K 啦。早暝烧酒醉吼，即个歌写了足紧的，差不多我酒醉醒了，30分钟就写完，因为歌词嘛真短啦。即个我是描写一个中年的男子，事业有成，感情稳定，家庭幸福，毋知影就是对人生无满意。大部分人拢是安尼吼。讲一句较实在话，就是讲我真少伫我的朋友内底啦吼，实在内底看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。感觉大家拢无足快乐，要快乐足无简单的呢。因为我毋知影大家即个感想无啦吼，但足少看到真正快乐的人，他们斗阵哩拢足欢喜啊，对心内较欢喜吼，迄种真安尼看啊。我一寡朋友吼，像我做兵的时阵，朋友做兵配我20-30担，20几担啊，到当时会烧酒，真正大家差不多嘛，若无欠钱啦，就是无欠钱，生活拢 OK 啦，无欠钱，就欠快乐，出来就要招啉酒。啉酒就一直灌，我感觉足欢喜吗？我计到我头壳足疼，我是讲差不多到一半我头壳疼，我就免等到明仔载咯。这是我的想法啦。所以敢若是咱人生是咧追求啥物哦？永远无满足，永远无敢若欠一个啥物物件迄种感觉。即个我是咧写这昨暝烧酒醉，差不多是即个感觉。烧酒醉，醒来头晕晕，酒醉声愿饮，心内温热情，温温中中
平平凡凡的家庭，普普通通的人生。我饮到红红的酒精，要求快乐来人情，向对片的光明，黑暗藏在后壁壁。平平凡凡的家庭，普普通通的人生。我饮到红红的酒精，要求快乐来人情，向对一片的光明，黑暗藏在后壁壁。我饮到红红的酒精，要求快乐来人情，向对一片的光明，黑暗藏在后壁壁。三年小弟子。说到我喊起来，愈来愈乌。我一个朋友是咧卖酒，咧卖红酒，进口红酒咧卖，所以我帮他代言一下。我咧想，哎嘛是惊咧啉酒，啊，所以说招人咧啉酒啊，上好是嘛。这吼，因为这是足早以前写，这个吴鸿这足早较早写，这个 YouTube 都传着。啊，较早吼较啰嗦，就是讲像足久话咧讲安尼啊，所以我客到听错。这几年前我参加一个阮亲戚啊，查囝结婚，即摆婚礼拢是安尼啦，就当咧看电影吼。对，米了济啊，无爱菜啊，无爱菜。啊，台北拢离岛5点钟，足奇怪。变若阮台南才有避免啊。啊来，我就开始放电影互你看有无？我即个女方新娘，伊就是讲细汉安怎古水可爱，大汉即个南方西道，细汉安怎拄安怎读册成长做兵交往，第一张相片，第一届约会，第一届安怎拄安怎，即马讲第一届去双方的家庭，去拜会相亲，啥物话，安怎看完差不多1点钟啊！一届去参加即个讲话搁愈行，总比场探甲足恐怖的，宴会厅，新娘是对空中落来，你知无？所有翕相片，我靠，惊死啊！对空中入来啦，就敢若一个鸟人啊，毋是鸟人啊，敢若一个凉亭啦，毋是讲鸟人啊，一个凉亭对空中安尼降，够厉害！对面佫刷过来呢，毋是敢若降来尔，佫会移动，佫会刷移动对头后壁就是走头前，够恐怖。这新结婚是安尼，咱台湾，你若讲朋友内底结婚面少，
离婚的背景，所变即个情形吼，代志变安尼来。啊，伊参加亲戚查囝的婚礼啊，当了就离婚啊，当了就离婚吼，真正是安尼。啊，我朋友内底嘛是当然是有人离婚啦吼，啊，一年就离婚，这真正是较罕见，大部分拢是10年至19年即个中间，就是第二个10年啊吼，结婚了第二个10年离婚的上济，占2成，这统计这有统计占2成，谁那安尼？就是讲有囡仔啦，哦，啊囡仔当囡仔较大，会当理解啊，啊较离婚。人讲囡仔做细汉，拢无爸爸无妈做艰苦嘛吼，啊就当伊当理解啊。高中也是，即个高中时阵，慢慢了解讲啊家庭就袂合，哦，即个时阵离婚较济，占到2成以上，哦占2成。啊，咱台湾离婚率吼非常悬，咱是世界排名第5名，即做咱就是安尼啊，无法度咱摆拢占到钱。啊，第一名这免讲美国啦，这免讲美国上悬。咱是伊个算法是讲，咱所有人口内底吼，每年有千分之2.3对，哦对哦，等于讲4.6个人离婚就对啦。所有人口的千分之偌济安尼。啊，结婚比率是即个差不多悬于1倍，啊悬于1倍。其实结婚呢，啊等于咱差不多一半呢。差不多要一半呢，你若结婚的一半要离婚呢，哇，你嘛真恐怖吼，真恐怖。所以我可以当讲我即摆我感觉足光明。我今年我当啊15单安尼吼，哇，阿弥陀佛，简单，个5工通过吼。啊，这首歌是上着阮即个亲情的查囝，啊，台北咧食头路，啊，拢无想要住对厝的，你知道无要住对厝的。因为讲小可歹势安尼啦，啊，所以就等于家己租厝啦，哦，即个种台北啊，来做一个小小套房。啊，即个我是对四处风风开始想起，哇，这真正，我想我听即个消息啦，吼，一个小小的套房，四处风风，我来描写，想要描写伊个心情，哦，大概是安尼。孤单一个人，无你的影踪。三更半暝，暗暗蒙蒙，红酒添一杯，静静思量。啊，你的世界真多人陪，欠我一个应该有好。咱的你来，剩我一个，人生的路雨天雨照。恋爱的相片快快乐乐，等伫拖过自己来收藏。结婚时阵，风风光光，谁人会知影点点结束？啊，咱的爱情伤过重复，放乎袂记应该有好，只是你来剩我一个。感情的路如何继续？早年月半，对你来祝福，免向自己讲。
有情无情，来来往往，一段的温柔亲像来做。我的过去定着伤，家己一段应该如何？反正未来剩我一个，心内世界予你开路。咱的爱情伤过长路，放乎袂记应该如何？只是你来剩我一个，感情的路如何行？咱的未来剩我一个，人生的路无尽无这台语吼，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伊的贴字足济，吼，啊，然后贴字会较水，所以我尽量去找这个贴字来思考，就是讲你一字啊变做两字变三字，静静，吼，比静较静，静静静比静静更较静，吼，到四个，静静静静，应该是无，吼，啊，咱贴字甲贴做伙，台语歌就是需要这个物件，迄个笔来唱。这我是我的想法啦。这拢写较文仔，这以上的歌较文爽啦，文仔点，这较粗鲁，对我做粗鲁，对我来讲已经算粗鲁。但我听即摆的歌，一寡农村的歌，我感觉写落都讲粗鲁嘞，还好。这是咧写父母，这个歌真正是对倒来。我太太是朋友啊，女性朋友啦，因先生伫大陆有工作，当然就趁大钱啦，做电子行业的有趁着钱，伫迄边就你知影，就是讲咱讲带细伊啦，就中国话讲个包二啦，细伊带了就老囝呢。经历两个家庭，即个阮太太即个朋友，台湾即上大某，就毋甘愿就对，因为即少年辛苦较大，较老，毋甘愿，所以作生气，去找迄个人去调查，讲你也读啦，你要安怎，无要死啊，要自杀，就闹翻规家庭，安尼即我即个故事是对遮来。我感觉讲趁钱当然是真重要。但是，因为趁着钱了，伊就开始家己即个个网络我都控制，这情形足大，做真济是即个情形啦趁钱用着毋过一切拢用成本来考量，一切拢用成本来看世界，甲人当作是物件，买来买，所以我一个写的是讲对即个咱甲即个资本当作一个人来思考，佫是男性。这角度来思考，以安怎来想，或者是即个安尼写。你若讲用钱，安怎用钱来思考，钱上大，你国家啦，你个土地啦，你个环境啦，劳工啦，这拢无重要。你干那想要趁钱，你世界拢会走来走去，资本是无祖国的啦，资本是无祖国的啦。送是送会当互你趁钱，就变你的老大。其实就是安尼，其实现实就是安尼。所以我写有较粗鲁，较粗鲁一点。迄唱出来大声是较无适合唱即种。所以等下阿亮唱。毋是，所以你爱改，你爱练。
怪一起安尼。啊，听看卖啊，听看卖，主本无主国哦，啊，祖国啊，这种复合啦，是复合。真正唱这条歌，你我来讲较快些。唱法啦吼。一溪无鱼别溪钓，一船无娘别船摇，一间想开别间着，自海换来亲船唱。一边一家有声厝，大某细伊拢照顾，有钱免惊无查某，我是两满的富豪。黄的点点爱啰嗦，白的吃好做轻巧，工的麻烦我不会来做，人嘛咸咸无几个。东西南北四界着，迄个我着来走路。土地是啥我听无，我是世界的富豪。总统拜托输一个笑，一句汉肉换迄句料，讲啥物自我真好笑，我是世界的富豪。黄的点点爱啰嗦，白的吃好做轻巧，工的麻烦我不会来做，人嘛咸咸无几个。黄的点点爱啰嗦，白的吃好做轻巧，工的麻烦我不会来做，人嘛咸咸无几个。黄的点点爱啰嗦，白的吃好做轻巧，工的麻烦我不会来做，人嘛咸咸无几个。这是安怎讲这个你讲到上过阵，莫甲讲。这前几年有一个韩国的海地是来倒港来台湾抗争，这就是咱台湾主管去韩国，共买公司买来了，摕着人的专利权，伊去就抢关起来走，所以伊就抗争嘛找，我靠，这台湾的找来台湾抗争。抗争的过程内底，重要的干部，阿彪做大，尾仔自杀，所以对这有钱的资本家的角度来讲，人命甲是讲你当换做成本，用成本来考虑，敢安尼，这是我对这个想法。按愈来即个，做早写来，我公司做早就写来。这我若七里啊，甲受到这传统戏剧的影响咱台湾去用扩大成交，尾来去用拍枪杀，到底有偌济人？无人知影。伫美国啦因为我顶到有听一个费氏联名即个新闻伫咧演讲互伊听，伊讲嘛。美国是7个内底有1个是冤枉的，就是讲一定去用判死刑处决的有7个内底有1个冤枉。台湾偌济比例是偌济0，咱无1个冤枉就对啦。这个多可怜嘛，因为伊毋像因名啦，毋像我想以台湾这个
扩大成交的这个经营来讲，可能比7比较济哦。咱先莫讲政治犯，咱先莫讲政治犯，咱讲刑事犯好啊。哇，做个政治犯嘛是变做刑事犯啦吼。啊，因为讲先讲这个刑事犯，啊，这原始的作者啦。啊，政治犯到底偌济？这无统计。咱即马知影的是这个委员会哦，专项委员会内底有这个条例嘛，咱会当去恢复你过去只有个罪名应该消除，哦，这你会当去要求。有这个啊，即马要求敢若是800几个人去要求，啊，足侪人无去，足侪人无去，无去要求。啊，这是足少的啦，足少的啦。你敢若讲伫白色恐怖的时代，啊，伫白色恐怖的时代，迄台人敢若台三界拢知影哦。咱就讲有一个统计讲50年代前几年台死4000至5000以上。哦，我是讲，毋是讲伫路边互卖台迄种哦，我是讲掠来，啊经过军法的审判，台，这足济啦，足济。有一届我去参加，少年时阵哦，一个导演叫做什么？叫做第二，足出名，侯孝贤呐，伊拍一部片叫做《好男好女》，啊，我去做临时演员。哦，因为迄阵都毋知影，是人去招嘛，人招啊去啊，去做临时演员。啊，伊个好男好女就是咧讲政治员的故事啦，吼，讲政治员的故事。啊，当时就请一个，就是讲政治员迄阵拐出来，吼，啊，因拢讲伊叫做老同学、老同学嘛，当创的啦，拢关内底啦，即个创法比个创无共啦，哦，就体重哈无共款，啊。伊就讲，伊也毋咧掠喙，伊迄掠喙就是枪杀的意思啊嘛。啊，要掠的时阵叫你啊。讲因伫即个刀房内底，讲咧听人在叫啥物名要出去。伊讲哦，迄阵你较知影讲，咱头壳顶头即个所在啦，有一个妹啊，因为伊伫咧跳，伊伫咧跳。哦，迄阵伊较知讲原来这跳啊。哦，看偌奇妙了，啊个互闪，都无清楚。啊，伊来甲阮讲即段故事，我心内足艰苦。啊，这是政治犯的故事啦。啊，台湾除了政治犯以外，当然刑事犯，有诶拢是冤枉的嘛。像即个港国平冤枉，路政也是冤枉的啊，这拢已经证明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即个故事我是我是送吼，即个废弃人员，废弃人员足勇敢呢。你若怎伫台湾讲，咱不爱死刑，你会用咩死呢？因为较早我含迄个废弃人员讲。要租办公室啦，阮教会啊要租办公室，要做人租啦。啊，伊甲我讲咱做人租，你敢会叫我带屎，我甲拖离着安尼，我讲可能诶，无这代志啦。啊，就去看厝啊，啊租无呢？啥啦？因为我是讲，你要租，你就爱讲咱要做啥，我讲清清楚楚。哦，毋通讲时间我若隐瞒，讲硬骗。所以阮这会事咧讲啊，人听俩讲我不来。叫咱做无呢，足辛苦诶。咱全台湾上勇敢诶，哦，就是这我是要送互因诶啊。你不管你同意死刑要保留还是要废除，不管你同意啥物啊，这个我是咧专门咧写话诶，哦，啊写叫做反复。啊，我想台湾歌要写到即种诶，可能无人要写即种歌吧。这歌因为人袂会喙嘛，吼。可能我要听讲，我听即个原唱看卖啊，应该是袂唱。但是这真重要，这真重要，咱对台湾来讲，这足重要哦。我希望讲以后就拢无冤枉啦，世间拢无冤屈啦，哦。今仔日坐上往事船，我是不孝的子孙，拖累厝内
啊，烧酒麻醉心头昏，醒来身躯已经离开阮，化作天顶的雾云，自由自在无忧闷。吃完最后一支烟，吐出心内的怨气，茫茫渺渺的游魂，你若知飘浪花甲我是故意的行孙。何必为我心头酸？人生准过嘴无痕，孤孤单单无人。啊，烧酒麻醉心头昏，醒来身躯已经离开。往事渐渐愈远，醒来思去真难寻。啊，烧酒麻醉心头昏，醒来身躯已经离开阮。往事渐渐愈远，醒来思去真难寻。放下手头一支烟，白白白袂待阮，地球世间无缘曲。我是最后的怨这青山哦，较早少年时代是伫西餐厅咧唱歌的，啊，伫遐熟悉江国庆啊，伫江国庆熟悉，伫遐咧做，迄阵是做歌，领班，做领班。江国庆过来是叫高山啊，哦，叫滚班，新盘啊，无种无故，哦，这就是一个段落，是安尼吼。好，来。这题吼是叫红红蝴蝶，这是咧写这台语我袂晓讲，红斑性狼疮，哦，红斑性狼疮，朋友的故事，哦，因为这是安那，伊这是免疫系统出问题，所以攻击家己的身体，啊，而且伫皮肤，而且伫这个关节的所在，啊，若伫皮肤呢，即有当时啊会出现这个红色的，敢若蝴蝶同款，啊，入面。啊，我高中时有一个朋友，哦，是安尼，女性的朋友是安尼。啊，所以我就印象真深嘛。啊，尾来就是爱食药啊，啊食了就是食即个类固醇，美国仙丹，哦，美国仙丹。啊食了伊就到变圆安尼啊，哦，当然正起来迄种感觉，啊，所以我写即个故事，啊。而且苹果熟悉印象较深，就是讲，足讨厌人较可怜，足讨厌人较可怜，你有啥好可怜？啊，伊是我知影伊的想法啦，是讲
人就百百种嘛，人百百种，你正常还是我正常，一直歹讲。所以我嘛真对咧吼，所以我想把这个故事甲写出来，这个故事写出来，伊叫《阿婆笑》哦。细汉就是歹看，人讲有花心，暗暗好也叫面相，毋敢轻来用。朋友讲我心善良，可惜无人用。暗暗的一点印象，缘分渺茫茫。世间人有百百种，啥人算正常？毋免同情的眼光，虽然孤单，我心惶强。世间人有百百种，啥人算正常？毋免同情的眼光，虽然孤单，我心惶强。生不是水果命，假爱假受伤。伊的人我人伤，当作是福相。红山日头在雨风，原路无是量。伊亲自留印象，目屎做画妆。世间人有百百种，啥人来交往？可阮同情的眼光，虽然苦楚，我心却强。世间人有百百种，啥人来交往？可阮同情的眼光，虽然苦楚，我心却强。世间人有百百种，啥人算正常？毋免同情的眼光，虽然孤单，我心惶强。世间人有百百种，啥人来交往？可阮同情的眼光，虽然苦楚，我心却强。叫5分钟啊！等下一下，我准备一块韩国语的歌来。我写一块韩国语。真啊！刚才那个课好像写给郭董的。可以啊，蛮像的。这个其实我感觉是拍出来的。我是无写来讲今仔要唱的歌来，这个是这新闻台吼，像我就是咧选议阵啊，即只饭吼连头冤家，连头家冤家，就是讲咧放中天，包着我放你大中去，头家就无欢喜，我就去使伊落去看，哦，佫有边啊，佫
大声，哦，安怎有安怎，讲吼这中体讲的拢对安怎，我来青，哦，来青较出名安尼个，足讨厌啊！自助餐啊，所谓的卖面啊，真侪拢是咧看中真的新闻，啊，看到拢天灰说，我即种种我爱去啊，但是迄个我爱去对啊。啊，出上行吼，讲啥物？你看这，其他地讲吼，意象，三个市长合体，啊，天顶出现啥物红红灯饰，哦，这是一种造型。啊，既然要造型，我就写这个。啊，这朱印鼎是真正这是真诶，朱印鼎是真诶，我台人有叫朱印鼎啊，我是讲不做米啦，哦不做米啦，而且较老过无偌风啦，新米鸡哦，较早叫正义鸡啦，即摆叫新米鸡啦。啊，这朱印鼎这是拜观世音菩萨，我是这是我细汉咧拜啊，啊我就用伊诶签来写一个歌，哦，啊这签内底当然是真诶是方便诶啦吼。啊，这当然应该看得出来，哦，应该是咱读第一二德啊，我读第一二德。好，安尼笑，但当然咱笑是袂使笑第一啦，但是咱跳歌来笑，啊对，正少表现较好一点，过来。温暖的寒流，路上雨水添忧愁，三更也才有好酒酒，潇潇路向好时求，白日光天打寒流。痴痴无败的领袖，中原唯一甲伊优秀，天顶麒麟的模样。啊，生命感伤在人间，经年考验破难关。暂时免怨叹，温暖世间我交换。啊，慢慢离开的寒流，行入春天风温柔，不见天边的乌云，送走寒冬。心情忧，加加温度的寒流，路上雨水添忧愁，三更也才有好酒酒，潇潇路向。好时求，白日光天打寒流，痴痴无败的领袖，中原唯一甲伊优秀，天顶麒麟的模样。啊，生命感伤在人间，经年考验破难关，寒意暂时免怨叹，温暖世间我交换。啊，慢慢离开的寒流，行入春天风温柔，不见天边的乌云，送走寒冬心情忧。啊，
仍然可念可难忘，含义暂时免怨叹，温暖世间无相还。慢慢离开的寒流，今日春天风流，不见天边的乌云，送走黯淡心情忧，送走黯淡心情忧。不要把那个上照多。对正题。啊，即个顶图哦，顶图。其实我写这我毋是讲，我毋是有去学啦，我无去学迄个台语文字嘛，我无学啦，所以我有诶可能不一定对哦，这以后爱去改进。啊，这个歌写来是写咱男性要追求女性哦，啊，但是追求一个见一个爱一个，哦，见一个爱一个，啊，敢若家己起，敢若家己起一间厝共款，啊，但是真幸福，哦，啊，起了感觉真幸福，啊，了后讲佫欠即个厝板，欠即个厝有佫想要对付一个新的，哦，来描写即个即种无聊，讲无聊啦，哦，永远无满足，哦，即个的追求，大概是即个意思。你放心归何处？青春无动摇，爱情路，不惊雨风雨。可惜过千里久，心念无意思。无情自私，只存往事。我想要离开厝，诉北情解除，亲情因自由，硬心来去赴。我空中独奔赴，事嘛变虚无。多情多忧愁，遥遥无去处。我去了一间厝，在风中飞舞，窗外云彩虹，月亮听风雨。你放心归何处？青春无
情自私一寸往事，我想要离开厝，所望真解脱，真情能自由，命心来起伏，我风中独饮酒，厝嘛变伊。情都忧愁，条条无去处。我想要离开厝，所望真解脱，真情能自由，命心来起伏。我风中独饮酒，厝变情多忧愁，条条无去处。好听。好来，这猫咪吼，这一个歌吼，猫咪。即摆台湾吼饲猫的人愈来愈侪，吼 ，cat person，做人讲你是毋是 cat person 啊？足大胖，我这胖我都甲顶做呢，你看腰问题。你出来选的时阵怎会抱一只猫仔出来，结果抱无好，抱无好命，咱民调咱偌济，伊毋是抱我掠的脚，安尼才会着，这猫咪安尼足无欢喜。足大项，这无法度顶做吼。啊，我是即朋友内底当然嘛有饲猫的啦，吼，饲猫啊，安尼饲猫啊是真自私无情的，猫仔无情啊，狗较袂够，狗足忠心始终，安尼。当然狗来起笑啦，这是有诶。啊，但猫啊大部分拢是无情，就当只走水啦无看的，啊3、4工才会走的，啊毋知走去倒无人知啊。啊，伊咧需要你时，叫偌可怜呢？阮隔壁吼一只猫啊，伊向叫车弄着，细只猫啦叫车弄着，啊伊逐间去弄门呢，哦是袂晓讲话尔，伊通讲话惊死。伊逐间去弄门，弄门啊，迄阵我和阮太太都伫伊楼，猫咧鸟啦吼，伊后迄个门，啊阮就拍开。讲足可怜安尼就对啦，我看你够艰苦，我头开安尼也袂行啊，叫车拢是安怎抱去互迄个医生看，要求咧，我开4、5千块，伊迄无健保的啊，伊后迄了健保，啊无迄看4、5千块，惊死人。啊，伊即摆逐间吼拢有去弄门啦，啊，我即摆就来找医生看，啊，医生看完，伊讲你敢若2个选择尔，一个互伊，就甲注射互伊凹住对啦，安乐死，有即种的啦。啊，因为伊这吼讲后壁伊即个怎么样讲啊？后壁已经受伤啊，啊这用不受伤啊，应该是安尼讲啊，所以无法度大小便无法自理。那如果这咧讲老三，啊，我骹拖会拖啊，你来甲接尿，你逐工拢甲接尿呢？我想着这我就靠心寒，我逐工拢甲接尿，安尼我可能做袂到。我但是要甲处死这个做袂到。啊，煞毋知要安怎才好，啊是先摸出来啊，先摸出来。啊，隔壁的邻家吼，隔壁我40几号啊，50几号一个厝边来，讲这猫我讲要找你，我讲有嘿有嘿，我出来有医生看，讲安尼哦，讲这猫足可怜，互阮饲落，我你个接尿咧？伊讲把紧，我甘愿，我讲我大善人，然后阿弥陀太赞嘞，哦拜托你，安尼爱怎啊摸落去。我这猫真厉害，因为细只还袂大。啊，无咱大汉了，煞好起来，我出去骹摆摆尔，佫会撞，佫会走。啊，即摆撞会走了，伊就无情啊。我无伊，我毋知走去对，啊，继续我毋知走去对啊，就是安尼，猫就是安尼吼。啊，真奇怪，
毋是讲真意外，这一定有一个啥物原因啦吼，啊真济这女性朋友真爱饲猫啊，因为猫仔是保证，但女性朋友都爱饲猫，这到底原因是啥物？我在想。所以，那去爱一个保证的，这是啥物原因哦啊，然后15年，到7、8年前吼，咱台北有办一个女性的影展，哦，我有嘛去看，啊内底有一个这个叫做动画片，哦，这动画片是韩国来的，这讲一个故事，就是一只猫啊，猫面人身，哦，猫的面，人的身体，啊是查甫的，啊含一个女性的故事。我了解，安尼我了解，看我想着迄地了啊，原来是安尼。就是讲，你一方面欣赏人的自由，欣赏这无情的猫，就敢欣赏无情的人性，小可有这共一个艺术伫内底欣赏伊自由，甲教死，看猫在你个教死，猫无乖啦，你连FB 定来看有无？看做一人咧教死家己猫，讲不乖，不乖你都爱，就是安尼，就是伊不乖无乖真自由，无情，你想要变做迄种，我就变做迄种。我是可能是一种原因吧，我是安尼想啦这个完全是读册人的无聊。你讲我这，完全是读册人的无聊是情所写的这个我上歹笑就是。咱台湾内底一种上歹笑的就是啥物沙微，神秘，惯势，这足歹笑，因为这音是固定的，这你改唔对啦，我多改，足歹笑，这个爱看笑真的讲对就对啦。来，喵咪，等一下，你谈拄灰色的迄猫仔甲人的迄个，我毋知对毋对，会当开放讨论嘛？咱大家来讨论。这无讲说健康的大，这无一定，这每讲看无人啊。云游世界，一只猫咪，求伫我的枕头边。客来客去，西来客去，目睭沙微，想起到时走去倒位，规工拢找无你，无牵无挂，厝来厝去，形状神秘。我今生你，轻松过日有趣味，生活毋免大道理，只求家己会欢喜。我愿道理，看尽世间的规矩，感情好比念天，走找自由的伴侣。一暝日起，一只猫咪又搁走甲无看见，无烦无恼，无情无义，我嘛关心。云游世界，一只猫咪游伫我的枕头边，客来客去。西来客去，目睭沙微，想起到时走去倒位，规工拢找无你，无牵无挂，厝来厝去，形状神秘。我欣赏你，欣赏过你有趣味。生活毋免大道理，只求家己会欢喜。我愿道理，看尽世间的规矩，感情好比念天，走找自由的伴侣。我欣赏你，欣赏过你有趣味。
又搁走到无看见，无烦无恼无情无义，我嘛怨是怨是。这个轻松啦最后一首来老友，这吼，即个阮爸爸讲，伊听的迄个罗大佑啦，一首歌叫啥物？同窗会啊，同学会啊，无我来写一个啊，同窗会安尼吼，写一个咱台湾味的啦，写台湾味。这咱大部分吼，像我爸爸年纪已经80岁吼，我妈妈70几岁。因咧同学会吼，同窗会来的人就一年少呢，真正是安尼啦。所以常常讲，见一届减一届啦，见一届减一届，常常有即种讲法就对啦。伊讲嘛，毋是讲，咱台湾人对死亡的看法，嘛毋是讲毋是讲毋惊，有人会惊啦，但是无到恐慌，无到恐慌嘛，无到恐慌，惊是会惊。同时呢，心内佫有一点讲，就是安尼啦。人就是安尼啦，生了就是安尼，嘛无必要甲看了伤过重嘛。咱台湾人对死亡其实有即种看法，有即种的看法就对啦。所以当然伊咧同窗会有当时我塞车载伊去，就讲哇，迄某某人佮变做安那，拢足久无来啊。即摆变较肥哦，即摆变较安那。当然咱查甫的咱讲变较肥是无要紧吼，但女性变较高贵，安尼袂使讲变较肥，这袂使讲吼。当然就讲这个见一届减一届即种话安尼。我想讲把这个心情写做一首歌我想一句话就是，这台湾较早有一个足出名的和尚，叫广钦老和尚，广钦广钦老和尚，伊是福建人福建人，所以当然就是讲咱遮个话伊要过往的时阵讲一句话足出名，叫做无来无去。无代志，足出名，无来无去，无代志，是讲生命其实就是安尼。我讲大部分咱台湾人有一种真单纯、轻松无挂碍，有即种想法有加减有带即种想法伫。我把即个同窗会精神甲描写伫即个歌老友，在即个歌内底。我当迄阵写的时候，我来做一寡老相片就讲有少年的时阵，同窗会，甲老的时阵同窗会，甲一寡变化，做即个 MV 嘛真趣味真新鲜啦。就是阮爸爸迄阵就无啥翕相，无啥翕相即摆手机翕去按带传到咱落去嘛找无，我想无算以后叫咱来做啦。即个老友是安尼写的，心内定定来想起旧时代的旧朋友，今日咱日来相见，行来敢是你，匆匆地发现。微微目睭带笑意，一如青春少年时。人生七十古来去，一半黄昏，一半三时。老友啊，一杯就饮好醉。相约共饮在万年。
愿好记，往事定定放袂离。当年远远的理想，一心满满的志气。匆匆岁月如流水，甜甜笑语变孤单。乌乌目睭情绵绵，一如青春少年时。人生好多一出题，一点仔天真，一点仔智慧。路有寒，一杯着饮苦水，无来无去无代志。人生只有十苦来去，一半东风，一半山势。路有寒，一杯着饮苦水，相约共饮在万年。人生好多一出去，一点仔天真，一点仔智慧。路有寒，一杯着饮苦水，无来无去无代志。路有寒，一杯着饮苦水，无来无去无代志。广告听完了，无好听。系安尼。其实吼，我是讲，这应该是讲，劳动好见一届减一届吼，应该每一个人拢是安尼，不管你是啥物年岁吼，其实本来就是见一届减一届，伊即马即个情，我相信也是安尼啦。所以呢，今仔阮准备的就是差不多是这样。也是要讨论，有啥物意见，还是啥物吼？要讲一寡社会学的分析，我嘛是会当讲嘛，但是爱拖到头到10点半，不用吼，免讲台湾即第一歌发展的历史，免讲嘛，吼。虽然我嘛是有准备的，我上课我都捌讲过，以后上课捌讲过一大堆。无讨论看卖，看有大家啥物意见，哦，若是批评，请外口见面解答。等起来，等起来。大家好吼，我当面前吼，今仔日这个新时代吼，这个作曲家、作词家的这聚会，我头一摆听着吼，我是真资深的台语歌者啦，为第一代第一代做战后的吼，这个杨三郎吼，这个柯照李传生吴俊华，我拢轮下用，我拢做伙过。但是台一直到今仔日我听着这秋山的这个作温柔吼，作温柔对无？对。伊个曲也好，伊个歌声拢作温柔吼，我感觉这是真好的特质啦。这个吼正我头壳无好正什么？正面。正面，这个头壳无好，正面的个写词是真有意识的，伊是咧写日本歌，有目的性的写词。伊个作品吼，真优秀，真优秀吼。我先讲几点仔建议啦吼。第一点就是讲，你这个吼拍片吼，一定爱甲作曲作词做名，因为咱你其实是看会到，一定爱怪吼。你个作词作一定爱落来就拍片的，任何所有人做伙，
社会会甲你抄。哦，你个拢爱做，你出现拢应该做个人在第一建议啦吼。第二个建议就是讲，你写歌的时，你也是讲你即个歌以后会流传，所以你光明卖互人甲人共款。是吧？所以经过真多啊，啊，你就把你种把啥人经过才喏，做不对，品牌啊，这个是品牌。哦，你这是讲咱人会精彩，你种是话咱家己作为你的品牌，因为你是后摆一定有你一片天，啊，你来甲人讲歌名，咱去三百分，我这建议啦，我这建议，因为这是营销，哦，每一条歌人，你来我来唱迄，让我唱个歌名，咱人快我做主打的，如果要你老你讲死掉。迄就是模仿抄啊！哦，所以我建议像迄经过邓炳林老师首嘛袂歹啦吼，邓炳林首嘛袂歹啦吼，不管伊个好，哦，伊内面有足侪歌拢有迄，甲人无款的句，一条歌若有一两句，甲人无款的句，啊，就一定啦。因为你四面加上这看镜，迄无，迄无人有诶。啊，你可以做这个这个世间的游戏，哦，这家庭欢喜，这是无人有诶。迄一个歌名，你了一两，我第一歌啦，一两歌叫我来个发，真心。啊，佫一建议第三建议吼，咱在座拢是大家有就，恁个歌词啊，很调整一下，很正常化。恁有一寡歌词，毋是正来代志做啊，正话，啊，咱在座做者，迄落来代志，用正来代志说，安尼大可是咧。啊，有人讲你着半路神啊，咱经过你通听后摆吼，爱感觉咱是专业的。啊，这个吼，第一我因为我经历过个时代，我分享一个，我90年代有做一个台湾歌演奏会，啊，迄阵个卡通人做大会，有啥物人我吼，第三人你讲，第三人拢知嘛，啊，你敢知影陈明章？哦，即摆做大会啦吼，你敢知影朱家贤？哦，要求宝贝。啊，你敢知邱成？邱这么即摆温故啊啦，啊，你敢知王文哲？你看无知影？我们就是90年代到，阮两个就恁两个，阮两个就是我就是你啦，我们就是你啦。我90年代，啊，迄阵我拢一个研究台语歌的。笑笑俩咯。啊？他们是笑笑俩咯。唔是啊，迄是我90年代呢，90年代呢，即嘛30年前呢，迄阵就是爱出道的人才有阵啦吼。迄条风歌唔是啊，迄tân江啊。我们做的这个音乐的天分吼，学会水，甲你共款，甲追山共款拢真水，对台语歌的客拢真水。哦，这我上学落来的，伊个特色，台语歌歌迄台湾的气质啦，我们做上好咱。所以我就是讲，咱台语歌你甲若要当咱时间来谈吼，因为风格啊，你免对，要写是诚好，但是你这物件吼啊，你有你家己迄落啦，有可能即嘛吼。啊！你讲即马有台语机会较侪吼，所以我甲你做鼓励啊！你拄迄参试，敢是做分啊拄好？你看敢是做手的？啊，迄我感谢。哦，你参做手的嘛，我无啦，好啦，遐拄好诶。哦，多谢，做手的，多谢。真多意见，真赞。我个当比较谈这个意见，无简单，我这是专业的。但是就是讲爱讲迄种来。有你迄个无事讲，袂解啦，无事解。赞。我感觉你今仔日表演遐介精彩哦，迄词吼，我感觉讲你对人生有介深的迄个描写啦，吼，这是我感觉真好的所在，甲一般的迄个流行曲吼。较无啥像，因为你对人生有较深的迄个观察吼。啊，我有几个问题，就是讲，迄台语吼，像头仔有迄个图片内底，啊，伊迄个彩虹，啊是讲阮台语用够轻吼，啊你用彩虹还是用轻较好呢？这我是毋知要安怎样。啊，搁迄个你唱的咧讲风雨还是风雨？吼，因为有当时啊，我捌听过人唱风雨，啊你唱风雨。啊，什物时阵爱唱风雨，什物时阵爱唱风雨？哦，这我毋捌啦吼，甲恁请教者。啊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鸟语啊，吼，你的鸟语，因为你感觉讲即马饲鸟的人真正有一项真大吼。我看人咧写文章，迄因咧厝的迄个装潢者，爱个用鸟语的装潢咧，开玩笑。啊，
就是讲你即个苗米吼，安尼推出了后，你有接到啥物人家己的迄个反应吼？是好的还是歹，还是你感觉安怎就是？迄个问题请洪辉老师来救我。迄彩虹，咱台语袂敢有咧讲。你敢毋是为着要斗富，才会写彩虹甲风雨？对。对啊，你是为着斗富的嘛？对啊。什么时阵唱风雨？什么时阵唱风雨？他都给人解释。你拄也是为着要斗富啦，厝啊，所以富啊，迄温呐，嘿，要要迄个。所以讲彩虹应该是可以。嘿。较少人讲嘛。基本上吼，咱台语爱语法啦，彩虹就是就是台语啦，天就是彩啦，天就是彩色啦。所以当然你要写歌安怎斗我毋知，但是基本上吼，天就是七彩啦。当然你告诉讲要斗要72，迄我无意见。但是咱台语吼，讲彩虹就毋是台语啦。对，安尼好。风雨甲风雨吼，咱迄个一般咧台语歌唱风雨拢有啦。像讲也有就风雨啊，吼，嘛有风雨啦。迄无啥物通，迄无啥物方便啦。看你作曲者的心情，作曲者看风雨啊是风雨的声较对就好啊。作曲者，迄爱作曲者，伊要斗富的时。是，这是啥？地音较好，还是传音较好？迄时阵，迄阵向作曲者吼，这就是我的见解吼。苗米其实无公开嘛。对。哦，就公开嘛。就公开。在感觉安怎？就我有饲鸟米，我毋知。我感觉讲你爱接受挑战，因为你若公开了后，一定有足侪迄个反应。我甲你讲一个迄个，即么鸟吼，自时培富看你在你要有咧看，一个礼拜拢有一个作家专门咧写鸟的。嘿啦，迄个杨家贤。我杨家贤一礼拜一个，毋是安尼一礼拜一个讲鸟，你所以讲有对嘛？这鸟大大尾吼，你就知啦。你敢若打成啊？一礼拜讲一个。嘿啊，写到必备叫。香港有啥物问题要请教，还是要回应，要交流的有无？还阁有无？我讲一摆猫甲咱台语的，我做台语的嘛吼。反正咱的猫吼，猫有来讲细字啊无情啦，有来讲该畏见小害羞啦吼，畏见小。所以猫咱有一个某一个风俗啊，咱猫若是不互人饲的时阵咯，咱袂去卖猫嘛吼，咱就是讲你猫送你哦，你爱有一个爱用啦，爱个糖啊，用就对。用就是我回送啦，爱用啦。就是讲你讲掠猫的时阵，主人袂甲你赔钱，但是你讲掠猫的时阵，爱个米，一个米爱糖啦。糖你缀就对了，缀收啦，缀收啊，迄猫我缀收啊，有即个讲法。猫阁有另外一个讲，咱送猫亲情送到长路，就有即个故事。安怎讲我毋知啥物，送猫亲情送到长路，即个讲法。毋捌听袂古早话。我建议吼，你2070无预期好无？你要过来迄地方啦，过来去搞钱，即摆现在是3年得啊，吼，甲你建议啦吼。对。第三就是迄个猫叫假，就是敢你迄个，这叫假种猫吼，细鱼乌猫老头食啦吼，细鱼乌狗老头，细鱼乌猫打破遐。细鱼乌狗老头食，就性查某老头食，老头食就是迄个对爱情走私啦，所以猫有一个细鱼乌猫打破遐，你可能毋知意思啦，毋知意思吼。大只猫伊有走厝顶嘛吼，猫走厝顶，伊发情，咱发情咱台语讲起笑，迄某个起笑吼，发情的时爱来伫厝顶伫啊，指起来个去，猫公了有见个去打破遐，看来真细意其实嘛是真，有即个，所以猫有真济即个。甲台语的，咱台湾对鸟伊咱出来在饲出真侪即个文化有关的语言啦，
即个水的这个在地的歌咧，拢会当这个创作因素。对啊，你就是爱掠这叫成在地歌，无地讲在下迄掠掠一点，吼，啊，掠这个创作因素，就变做真台湾啦。对对，啊，咱台湾讲个较时髦的查甫歌，黑狗兄。好高兴。这较时髦的查某黑鸟子啊。黑鸟子啊。就是这种讲法。所以，迄咱传统的固定的意象啊。对。因为台语讲诚好啊，无讲不好。这阵仔这一代人了较好，这阵仔这一代人了，足罕的听着欢喜啊。哎呀，囡仔在讲台语啊。囡仔袂咧，囡仔伫台中校读册了。哦，遐大汉啊。啊，但是伊听有啦，听有啦。本来讲今仔讲要看直播，讲下晡你去演讲敢有直播？我讲可能无。好，若无其他问题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楼顶台湾教学协会员工吼，还阁咧算阁加班回来，所以咱可能暂时就先伫遮算吼。啊，咱即个高处林间吼，即个专辑内面的歌是拄则拢无唱过吼，所以大家当参考一下，甲支持一下安尼吼。啊，后个月吼10月初2是迄个正大民族所的王雅平教授要来甲咱分享原住民教育的议题吼，啊，则请大家10月份吼，过来遮来讲座安尼吼。好，安尼无咱先到遮，啊，若看要甲两位即个演讲者翕相，也是迄落吼，爱量早吼，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歹势啦吼，因为即个场地甲大家会少的，真歹势，真歹势，感谢。